嗱，有啲人就話靈擺只係攞嚟問下係同唔係咁簡單噶啦，但其實我同你講，佢唔止咁簡單噶，仲可以係睇風水同能量探測呢兩個範疇。佢嘅做法可以好專業，甚至當成職業工具都得。而要成為一名合格嘅靈擺占卜師或者能量探測師，你一定要了解靈擺嘅基本知識同原理，明白不同質素嘅靈擺喺不同情況下嘅使用方法同技巧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嘗試用靈擺做能量掃描器同風水師傅，就要先花少少時間去學習同實踐。如果你冇足夠嘅時間精力同經驗，又或者想快啲上手嘅，我嘅建議就是直接找有經驗嘅人進行1對1嘅指導啦。你知唔知道啲傳統中醫成日講氣滯血瘀，其實靈擺都可以幫你檢查類似的能量阻塞。試想像你拎住個靈擺喺朋友的身體上方慢慢掃，突然個擺喺心口位打橫狂轉，呢啲就係典型的能量卡住信號。好似上次我幫個成日頭痛的朋友做測試，靈擺一到佢右邊肩頸位就逆時針打轉，原來佢長期對住電腦搞到肌肉繃緊到能量都塞埋。最得意的是，當佢做完針灸鬆返之後，我再掃過同一位置，靈擺即刻變返順時針慢慢轉，真係連能量流動都感受到。進階玩法仲可以配合7輪測試，例如將靈擺吊喺眉心輪位置，如果靈擺突然死狗咁唔識喐，可能代表嗰個人最近想事情太繃緊，或者根本就係長期失眠。有經驗的治療師仲會用不同顏色的水晶配合靈擺，好似用紫水晶檢查頂輪時，如果靈擺轉得特別慢，可能暗示當事人需要加強靈性連接。相信你一定聽過這個說法，當你感到害怕的時候，其實你的潛意識裏邊隱藏住巨大的財富。所以如果你經常被恐懼、焦慮、悲傷這些負面情緒困擾，不妨試試靈擺療法，看看自己內心深處究竟藏住什麼秘密。比如你先找一個安靜的環境，然後平復好心情，將靈擺懸掛在頭頂正中央。如果只是靈擺停止轉動，說明你正在逃避某些事情；如果靈擺向左轉動，則說明你在撒謊；如果靈擺向右轉動，則表示你在說實話。總之，通過觀察靈擺的指向，就可以知道你內心真實的想法。當然啦，除了以上3個技巧之外，仲可以利用靈擺來幫助自己提升運勢哦。今天終於知道風水同鬼佬屋點解咁相似啦。我估你唔使花多餘精神去信咁嘅嘢，但做屋企檢查純粹嘅風水，靈擺就好似能量探測儀咁好用。正常做法會由大門口開始，拎住靈擺慢慢行入屋。如果某處位置有能量異常，靈擺就會以不同速度同方向震動。我試過有次幫人睇屋，個擺一入廚房就瘋狂逆時針轉，原來嗰個爐灶對正廁所門，搞到屋主整天腸胃不適。最搞笑的是，當佢哋掛塊窗簾隔開之後，我再 check 嗰個靈擺，即刻變回少少力，順時針轉，連屋主自己都話廁所嗰啲味真係散得快呢。進階版可以用靈擺找屋企的能量黑洞，另張屋企平面圖出來，將靈擺喺每個區域上方來回移動。有次喺客廳電視櫃位置，靈擺突然吊唔肯定方向，原來下面埋咗堆幾年冇用過的舊電器，嗰啲殘留電磁場搞得能量淤塞。而床頭位測試都好關鍵，試過發現個擺放喺床頭左邊長期逆時針轉，原來對面大廈有個尖角暗石，後來擺盤泥種植物就搞定了。不過呢種方法只適用於現代建築，古代的宮殿、廟宇就不適用了，因為古代建築大多遵循八卦佈局，所以要用羅盤來確定方位，而現代建築基本都是方方正正的格局，
所以直接用靈擺感應就行了。有些人問，點解我的靈擺會一直旋轉不停？其實這說明呢個地方能量好足，但不一定全是好能量，需要結合其他工具一齊判斷。如果你經常失眠做夢，情緒低落或者身體有病痛，不妨找個專業的師傅幫你看看。最後提醒一句，看風水最好請懂的人親自上門檢查，不要相信網上嗰啲瞎掰的教程。今天有個小貼士分享下啦，如果你有用靈擺清潔屋企嘅習慣，記得要用鼠尾草清一清自己同屋企嘅能量，因為你喺屋企度度日咁長時間，你嘅能量都會影響到屋子的能量㗎。而且大家要記住，靈擺只係顯示能量嘅狀態，實際上你點去化解，仲要配合其他嘢，例如符咒、香薰等等。不過如果你想練得好啲，可以多做練習，多多參觀不同類型的房子，慢慢你就會展現出自己嘅感覺。當你練得越多，仲可以發展出自己一套擺語，例如順時針3圈代表要增強水晶陣，逆時針震動就提示要擺放流水裝飾，真係玩到成個能量偵探。